大家好，歡迎收睇太陽能出版社頻道。今日我哋會介紹九巴290張全線系列。將全線開辦的目的原本係為咗提供一個快捷往返將軍澳同荃灣兩地的巴士服務，但係來往將軍澳同龍翔道之間主要道路觀塘道經常塞車，觀塘繞道唔接駁龍翔道，中九龍幹線又未通車。所以將全線嘅走線係決定行走寶林北道同埋觀塘山，行清水灣道前往龍翔道。原本諗住飛過觀塘山，點知觀塘區議會要求將停秀茂坪同埋順利村，又引起將軍澳區議會嘅不滿。最終將全線分拆為兩條，一條快線寶達至彩雲不停站，同埋一條慢線停秀茂坪四順。兩條線都由九巴中標，分別命名為290同290A， 兩條路線各自20分鐘一班，提供10分鐘的聯合班次，睇起來好密，實際上290A 車程比290慢10幾分鐘，即係走咗班290，搭地鐵好過。無鐵區對巴士嘅需求甚大，290A 同214一樣，繁忙時間上上落落，同流水線用大量時間都不出為奇。而290對於將南係冇吸引力，兜勻成個將軍澳仲要行山，地鐵班次頻密，唔係好似寶林坑口咁，哪個地區可能會搭290？ 290最大客源同樣係無鐵區，翠林村至寶達村。為咗加強將軍澳南同荃灣嘅連接，九巴在2017年2月開辦咗290B 同290X 兩條繁忙時間路線，分別為下午由將軍澳工業村開，同早上由康城開去荃灣嘅返工放工乘客服務。後來290X 提升至全日服務，但係加經安泰邨，即係290系列點都靠觀塘山上乘客支持。290系列成為一個專為秀茂坪、四順仲有彩虹、黃大仙提供直達葵涌、荃灣嘅服務。而290A 同290X 就額外提供將軍澳至觀塘山上嘅流水服務。將南隧道於2022年尾開通，290E於2022年12月12日起投入服務，290終於有路線唔行觀塘山。問題係呢條線最大客源係荃灣至彩虹之間，而且行觀塘道，會受塞車影響。唔知中九龍幹線開通後會唔會為290系列帶嚟機會，開辦經呢個幹線嘅路線？九巴會開辦新線延伸服務至無鐵路嘅北葵涌、麗城花園嗎？歡迎留言。